不能拜脚尾饭哦。有花米，放米缸，有花锁尾钱，会放衣橱、衣柜。然后后来还有花那个丁钱，丁钱呢，有好像1块钱的硬币，还有钉子丁钱。所以希望能够有子孙呐、有丁就是有人有子孙呐、你看那个纸钱那么多，1亿了。现在注重环保的纸钱那个东西不多了，但是你看那个钱数达到1亿了，很聪明啊！制作一点东西，然后钱额就很大。